讲日子，若是我是医师，哒哒哒哒，嘣！李医师搞早，老早阿梅，较等下麻烦你去隔壁甲我买一粒饭圆，多谢。哦，好啊。阿嬷，搞早，我甲你比一个，手消毒一个。QR code，请你扫一个。即马配合政府防疫，一个 TOCC 的表，麻烦你写一个。什么 UCC？ 啉咖啡哦？是 TOCC 啦，就是问你一寡甲疫情有关系的问题啦。等者，我摕目镜来镜一个。哈？啥物？目镜吼，我摕目镜来镜一个。啥物是目镜？啊，猜着啊啦，哈哈。啊，是目镜哦。对啊，摕目镜来挂，无你是，像我头拄仔咧讲啥？无要紧啦，你先写一个。搞早。请问，敢会当挂下晡的？阮拢是现场挂号，下晡才来就会使啊。是阮囝要看的啦，我叫伊下班家己寄来，多谢吼。下晡是老医师哦。下晡是老医师，无即摆敢少年医师哦。阿姐，救我！毋是啦，下晡的医师姓老，还阁真少年啦。你即个表我甲你看一下，遐济啦，等下叫号码哦。12号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13号，王小姐，王小姐，来对请。请问你叫啥物名？王丽辉。王小姐，今仔日倒位无爽快？我的枕头啊，红阁上，愈来愈上，阁摊开，毋知影会传染袂？毋则紧来看。这是阮当时开始的。差不多有1礼拜啊哦。进前敢有安尼个？无呢。好，咱先来看一下。你这看起来较亲像一种湿疹。最近敢有食啥物较无食过的物件，还是最近敢有较忝？嘛无食啥物特别的啊。我昨换头路，是真正有较忝。下夫，咱开一个药仔来抹看卖。较早休困呢，尽量莫甲尿吼。药仔爱抹，若无较好，才过来回诊哦。我想要准备有新，这应该袂影响啦吼。这款湿疹是体质，袂甲人话，免伤烦恼啦。护理师，我12号呢，后壁的哪会使先看？因为拄则甲你叫，你无伫咧啊。那安尼恁来等我，我要赶上班呢。嘛是爱麻烦你稍等一下哦。是要等到当时？头前的病人搁咧看，若是真正上班袂赴，无你先去上班，有闲才搁来看。恁哪会当安尼讲？若是看无医师，我头拄仔毋就袂等啦。摆拢安尼，等规半步。真正看到医生，才看几分钟尔。今仔日人算无多呢，搁等一下就你啊啦，歹势啦。阿姐，今仔日敢有杂饭？无呢。李医师，中昼要食啥物？要甲你斗买无？好啊，我下晡医学会爱上课，即摆拢改线顶啊。对吼。那安尼你今仔日想要食啥物？甲我买一个大面甲便是汤好啊。还是恁要去买咸面啊，拢会使啊。我去便所一下。听讲
台北拢袂用呢，伫餐厅食呢。啊，今仔日病人哪会遮少？我感觉院长应该真介意你哦。阿婆，喙暗先幼来，阿姨看一下哦。啊！哦，脑红红哦。阿姨听一下哦，会感觉小可冰冰哦。好，分风，分，分，搁分。过敏的药爱继续食，有淡薄仔感冒哦。阿婆今仔日真配合呢，互你拣2张大煞敢好？好啊。多谢李医师，多谢何医师。甲我斗用一个，我食一个暗暝。好，电脑袂振动啊！啥人甲乖乖食掉啊？我掠做会食的啊。往内酥是院长囥的，敢会使食？李医师，你的咖啡。你甲我斗啉好啊！我啉伤侪咖啡的款，胃做做啊。门先关起来。安尼是，我着无客气啊。李医师，你是安怎会做医师？我看你嘛是做甲真忝呢。啥物人上班袂忝啦？我读书的时阵，考试拢考100分啊，英文、数学拢100，顶标满积分，无读一下医科拢歹势。拢100。对啊，医学院上少着爱读7年啊。菜鸟的时阵上两公，嘛上侪笑亏，大家感情拢袂歹。安怎？有人要读医学院哦？无啦，迄个阿嬷一直要介绍因查某囝互老医师。我毋则问看觅，是安怎恁会选择做医师？唉，重点毋是食啥物头路，个人选择家己要行的路，后摆莫后悔，就是安尼尔。讲嘛是啦。好啊，我要来走啊，我要去接囡仔。好，顺行。